欢迎收看《萌宠攻略》，我是小龟。现代人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今天第一站带你来到南台湾最大的海洋乐园，看到没有？光是后面几只大金鱼就够让我热血沸腾啦！话不多说，快跟着我的脚步，一起走进海洋世界吧！走！一走进海参馆，马上有一种来抓宝的 feel， 各种造型、各种颜色、各种大小的水生动物，通通可以在这里看见，仿佛就像坐在潜水艇里面，可以轻松窥见神秘的海底世界。刚刚这样逛过一圈海参馆哇，色彩缤纷的这些海中生物看得好疗愈哦。但是现在来到这一区看到了小朋友最爱的大明星是谁？派大星派大星，跟大家 say hello， 快点！有摄影机。好像不会讲话哦，但是没关系，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位达人，海坤姐姐，你好。你好。可爱的名字要这样跟大家打招呼。对呀。那我要叫什么？海胆哥哥。海胆哥哥也很棒。好，所以我来到这边，我刚刚看到派大星这一区有好多，不止刚刚看到这是海星，对不对？是的。还有我肉眼看到认识的应该有寄居蟹还是说海胆这些，他们平常都出现在哪里？他们平常呢，如果就是有从台湾水域馆逛下来的话呢，刚好会来到这个海水与淡水交界的这个潮间带。潮间带的话呢，就是指每天海水会涨潮跟退潮嘛。那涨退潮中间这个带状的区域就叫做潮间带了。所以就会在这边看到他们，对不对？对。好像我刚刚看到这一位派大星，这个是可以摸的，对不对？对，它是可以摸的。一个人轻轻的摸它，这种感觉你知道，触感非常的奇妙，但是很可爱旁边其实还有一些也是海星，只是它是不同的品种，是不是？没错。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没有问题。好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只长得最像派大星的，这个就是圆流海星，因为它身上有一颗一颗黑黑的。那刚刚很厉害的有发现了这一只，长得很像石头跟旁边这长得很像。对，这个叫做面包海星，长得很像刚烤出炉的面包。对，还是面包海星。那它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如果看缸子里面会发现有一些蛤蜊壳的碎片，发现吗？这些呢多半都是圆流海星比较喜欢吃的食物。那如果说是这个面包海星，它们平常在大海里面反而比较喜欢吃一些珊瑚。所以两个人光吃的东西就不太一样，对不对？对，像这个也是海星吗？那个也是海星，对，正海星，正方形的正。所以这些海星，光是海星看就有好多种类对呀。但是我会看到它就是凹过来的时候，它背面都有一些那种小孔孔。对，有一些呼吸的地方吗？不是，那个呢就是派大星它真正用来走路的脚。对，那些小吸盘呢是它的小管足。可以看到海星它真正在移动的方式呢，它刚刚在石头上嘛，已经慢慢的往旁边走了。它其实有默默的在移动。对，它默默的在移动，但是不是像派大星用2只脚走路。所以海星之外，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是什么？好像蛇很像蛇，对不对？对，所以其实它是海参的一种这个也是，它同一只吗？对，这是同一只，它非常的能 Q 它前面有点可怕，因为它会这样子张开它叫做斑毛参。对，它的斑毛参就是身上有很多黑白的斑点，那它的长长的像船锚一样。来这边大开眼界对不对？然后还有看到什么？像这个是海胆，对不对？没错，对，大部分也是会在餐厅看到它，但是呢，尽量不要去吃它。对，你刚刚有摸过它了吗？你还这样讲，害我觉得肚子好饿又看到海参，又看到海胆，这样，这不能吃啦，这边对不对？对，它是什么海胆？它就是传说中的马粪海胆。那我们叫它的学术名称叫做白鳍三裂海胆。白色的鳍刺，三裂海胆。那这边都是可以让大家摸的嘛，跟它互动的嘛。对。但是来到这边有没有要特别注意什么事情？要特别注意有，
一定要注意哦，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生物。所以呢，我们有3件事情。好，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如果要拍照的话，千万不要用闪光灯。就像我们也不喜欢别人一直闪我们的眼睛，会不舒服。他们可能不一定有眼睛啦，可能是眼点。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边不可以吃东西，像是如果我们喝奶茶，这些糖果啊掉进去的话，也会影响到。那第3个哦，很重要的就是摸之前一定要洗手。对，因为我们手上可能会乳液啊、防晒，那摸进去哇，一层那个七彩的油污，浮在上面当然。可是如果呢附着在生物身上，它们可能没有办法呼吸，是，可能就会要听清楚哦，要爱他们之后，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些小小的细节，好不好？啊，趁现在跟他们互动一下。透过近距离的观察，加上导览老师的解说，让原本有点怕怕的我，也开始发现这些水生动物的可爱之处。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惊喜呢？刚刚告别了派大星之后啊，接下来走到这个地方啊，也好疗愈哦，海葵姐姐。没错。而且后面这2位就是我们海生馆的这个台柱。没错，它就是小白鲸。小白鲸，刚刚我已经看了一轮了，而且它还跟我互动哎。对，好聪明哦，很疗愈，对不对？对啊，这个小白鲸它的身体很洁白，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梦幻。它是本来就是这个颜色吗？其实不是哦，小白鲸啊，它能够变成这样的美丽佳人，是经过岁月。刚出生的时候其实是有点灰灰的，只是它随着岁月增长，会慢慢变成像是深灰色啊，或者是蓝灰色。那大概到了7到9岁的时候，它就慢慢它的那个黑色素会退掉，就变成白色的，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保护色。因为白鲸呢，看它身体这么白，我们地球上有什么东西是白色的呢？什么东西是白色的？环境白色的。对，哪里？就是来自像俄罗斯啊，或者是加拿大的北端啊、北极圈这一带。对，那边有很多的浮冰、碎冰嘛，所以它既然要有一个很好的保护色，当然就是整个变白色的，变得跟环境一样。对，没有错。所以小白鲸要长在这种极地的气候啊，那来到海生馆会不会要配合他们这种环境上面，就会要特别温度低一点点？会哦，像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就觉得温度比派大星那边冷很多了。对，这边的气温呢，大约是摄氏20度、22度左右，它要调降。那水温的部分呢，大概是摄氏15度到16度，对，所以是蛮低的，然后让他们适应一下这样的环境。而且我知道小白鲸其实还有一个美誉，很多人会说它是水中的金丝雀，为什么？没错，其实我们呢，如果在这边讲话稍微小声一点的时候呢，会听到他们在唱歌，是因为早期的探险家他们在流进这个北极圈啊、加拿大一带的时候，有听到这个船只呢已经被白鲸给包围了，听到他们多变的歌声，就像是金丝雀一样，他们的鸣叫声也非常的多变哦，所以就有这个海中金丝雀这样的称号。有因为刚刚其实。我们安静一点的时候，都会听到真的有他们的声音哦。对，而且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叫声。对啊，他们的那个叫声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变化。对，就是从他们的额笼，你看它的额头这样隆起来，额笼软软的，其实里面有些脂肪啊、挤压啊，还有一些肌肉，然后会发出不同频率的声音。好，然后因为我们刚刚知道他那个智商很高、很聪明嘛，对，所以他也会偶尔跟游客或是像刚刚跟我们一样这样互动，对不对？没错。那来这边呢，一定很多大朋友小朋友都很开心。在互动的话，会不会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情？对，这个真的要非常的留意哦，因为白鲸跟人一样是哺乳类生物，也是蛮敏感的，所以千万不要开闪光灯，而且不要拍玻璃。对，但是我们可能手轻轻的放在玻璃上，这样轻轻的点一下，他们就会过来凶你哦，他们也是会凶的哦。再来就是这边讲话呢，可以稍微轻声细语一些，因为毕竟他们对声音啊震动也是蛮敏感的。这些事情都要帮我们注意，因为也要好好的照顾他们，因为他们真的很珍贵，对不对？真的。那像你自己这样照顾他们啊，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像我刚刚就觉得实在是太 amazing 了，他居然就会跟我点头，然后跟我互动这样，你也会吗？也会，我就是一开始发现，我就只是在巡场的时候走一走，然后就发现，他怎么跟着我？然后我就躲到墙壁后面，我再出来，他就会跟着我一起玩躲猫猫。对，他会跟着我一起，他也会躲到墙壁后面，这样跟我玩，所以真的是太惊奇了。是，可见小白鲸真的很聪明，来到这边不要错过这一区，好不好？我们的台柱好可爱哦，真的。看着这些原本只出现在国家地理频道的动物们，活灵活现的在我眼前，内心有一点激动。
没想到真的有一种看见巨星的感觉耶！好的，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啊，在网络上超红的，因为它是超级厉害的网美打卡景点呢。有没有看到后面巨藻缸好大哦？这里面是水草吗？这里面呢是海藻。等一下，可我看到那个这么长，这个是真的哦。这个是野外真的可以长到比这个还要更高。这个我目测应该也10公尺有吗？对，眼前这个缸子呢10公尺高，可是这如果以我是巨型海藻来讲的话，哦，这个缸子大概只有到巨型海藻的膝盖而已。哦，真的假的？超级高，它在野外呢可以长到60公尺高。根本是那个捷克的魔豆，有没有？咻咻咻咻咻，就一直往上涨这样子。所以这一个就是大家一定会来这边拍个照、打个卡，有没有？就觉得很浪漫这样。哦，真的很棒哎。然后我怎么看到那只鱼是它怎么了？要急救吗？哦，那个不用担心，那个就是它还在睡啦。不早点讲，这样他累了啦。这样睡觉是不是？哦，然后有很多鱼这样跑来跑去，但是我看到一只好像有点可怕，那个是鲨鱼吗？有。那睡觉那一只怎么办？等一下被吃掉怎么办？不用太担心，我看到后面会有很多鲨鱼，对。但是呢，其实鲨鱼也是有分，就是温和的鲨鱼啊。对，这边呢就卖个关子。我们也是有后场可以让你去看一看。真的假的？那边可以看到什么？就是有关于饲养人员他们怎么照顾这些鱼啊，那这边就平常看不到的哦。那你要带我去，对不对？但是你是不是知道我很累？你们看看，这里居然有床哎！怎么会有床？这里可以睡觉哦。这里可以睡觉啊，因为很多人呢可能白天在这边打卡，觉得很漂亮，那只有看到白天这个阳光洒落的样貌。那其实这个生态系呢，在夜晚也是蛮神秘的。所以白天这样走了一天很累了，想在这边睡觉当然是可以的。等一下啦，可是里面有鲨鱼耶，我这样睡一睡，万一我这睡眼惺忪起来看到鲨鱼，我不就吓一跳？不会啦，这倒是不用害怕。不过倒是呢，这边因为是蛮热门哦，所以如果要订的话呢，可能要在网络上提早订哦。哦，你看打卡景点可以让你拍照之外，来这边还可以这个夜宿，所以记得要提早报名哦。好，但是我觉得床先留着，因为我是真的蛮想睡的。但是后台好像听起来更厉害哦。也是。好吧，我先去后台看看，可以吗？没问题。那你带我去，走走走走走，耶！好的，我现在在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哎。如果说演唱会是前台的话，这里就是后台，在我们海底世界的卸妆过后的地方，就是后场。然后来到这边呢，有一位海参馆的蔡依林，我们俗称海菜姐姐。你好，嗨，我是海参馆蔡依林。好像有点像哦，不要脸这样。今天要麻烦你帮我介绍一下，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后场。后面这一个很大很大，这样放眼望去，很像一个鱼缸，但是它也太大了吧？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平常来海参馆最喜欢走的海底隧道。哦，我们刚刚也有走啊，就是我们这样往上看，然后都是鱼的地方，对不对？对。我如果没有来，我也不会看到，很难得哎。里头有多少鱼种？里头在100-200种吧。像这样这么大的话，大概可以，比方说人家会说，我买了几座101啊，或是这里面大概多少游泳池的量之类的。这边有5座国际标准游泳池的水量，大概150万加仑左右的水。鱼住得很好，比我家还大哦。好，所以里头大家会看到各式各样很缤纷的鱼种在里面。是。好，那后面是我们的这个最大的超级大的鱼缸之外，旁边这边小小的，里面其实也是5颜6色。是。这些鱼雷为什么没有放进去？
大家可以观察到里面的鱼啊，其实算个体比较小的。再来，我们现在就是镜头看向他们有没有聚集在一起的感觉。他们感觉好像很害怕。对，他们很紧张、很害怕，是因为其实它算是刚来到海参馆不久的新成员。嗯，对，像这种新成员呢，我们要让它先适应环境，所以它现在所带的这个池子叫做适应池。嗯，对。他会因为比如说生病啊，或者说像你说新来的，他就必须要被隔离，对不对？对，原则上是这样，因为毕竟如果新来的鱼，我们就直接把它放进去。好比说我们现在海底隧道里面所有的鱼，都是一来就马上放进去的。大家今天来参观海底隧道会看不到半只鱼，因为他们都会很紧张、很害羞，全部都躲起来了。哦，对，所以要让它适应这个环境，它才可以放松，好好在里面生活，对不对？对，没错。有他们好紧张，全部都躲在一起，有没有？这一边，我看一下，这个更神秘了，尤其，这个是你们去什么野外森林捡的吗？还是怎么样？这个是什么东西？看起来不觉得很像海藻吗？海藻吗？不觉得蛮像的吗？那它到底是什么？它就是很像海藻的鱼卵。哦，这个是鱼卵哦。对。谁的鱼卵？你猜猜看。随便猜，不然猜个最凶猛的鲨鱼的鱼卵好了。凶猛的鲨鱼吗？后面答对了，但是不见得是凶猛的哦。不然它是有很多种种类，对不对？对，世界上鲨鱼有非常多种，从浅海分布到最深海都有鲨鱼的分布。那它们的个性也会根据它们栖息的环境不大一样。Jolin姐姐，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这个是蛋壳哦。啊，对，里面现在已经都孵化出来了，没有宝宝了。鲨鱼是孵蛋出来的。其实鲨鱼不一定是孵蛋，鲨鱼的话，它的生产方式有大概分3种。卵生、卵胎生跟胎生，那现在国小的教科书好像都已经把卵胎生跟胎生并在一起了，对，总称为胎生。总而言之，最简单分法就是它在小宝宝生出来的时候，一个是蛋，另外一个是完整的个体，这也是根据它生活的环境不一样，会有不同的演化。哦，大开眼界！所以这里是鲨鱼的居住场所，是不是？这边呢有很大块的面积，但是它只会喜欢躲在阴暗的角落，真的巢穴。先等一下，鲨鱼不是很凶猛吗？它躲什么躲 ？Why？ 大家都误会了，其实鲨鱼它大部分个性都是还蛮害羞的哦，只是它生活的环境不一样。像这种鲨鱼，因为它生活在有得栖息、有得躲藏的地方，所以它其实不太会去主动攻击，它比较温驯。对，这种鲨鱼叫斑竹狗礁。那另外大家想象中那种很凶猛的鲨鱼，它是生活在大洋环境的，就是它有很多的掠食者，很多的竞争对象，所以它势必要让自己强大一点啊，所以它的演化就会比较壮硕，或者牙齿比较锋利。不同种类啦。老实讲，你没有讲哦，我光这样看，我真的看不出来它是鲨鱼，而且就这样软软的趴在那边，有没有？完全没有那种电影啊、卡通那种很凶猛的感觉。对，其实种类不一样啊，对不对？各位误会鲨鱼了。好啦，不要误会他们了。没错。好，那我听说这里好像也有在喂他们吃饭啊，这些很重要的工作，对不对？因为像我有养过鱼啊，可是你怎么可能养鲨鱼，对不对？啊，我喂过鱼吃饭，可是好像没有喂过鲨鱼吃饭。你想喂喂看吗？但是我没有生命危险。不会，就跟你说，我们这边的鲨鱼非常的温驯，而且我们有私人会教你如何去照顾这些鱼哦。好啊，有机会，那我们就去喂鲨鱼吧，好不好？没问题，那我们走吧。来到后场，这么近距离的看着这些平常出没在深海的鱼种，内心真的有一点震撼，也让我再次体会到维护大自然平衡的重要性。可千万别因为人类的一己之私，影响到这些水底动物的生存。耶，我们准备喂食喽。然后他们今天吃什么？吃的好像比人还要好哎。这位是搜搜你好。你好。你在喂他们吃饭对不对？对。他们要吃一些什么东西？现在呢，我们这边有准备一些我们平常在喂食的一些饵料啦。那我们有蛤蟆、蛤蜊、鱼肉，对，还有虾，对。这个嘞？这是海藻，藻类。但是我现在放眼望去啊，这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鱼哎，对不对？有鲨鱼，然后有看到河豚，对不对？还有红鱼，这一整群这样，其实有的那么凶猛，然后有的看起来很温驯，他们不会吵架吗？基本上是不会啦，因为我们这边的鱼种啊，像那个红鱼，
它是属于燕魟科的魟鱼，它本身生性就比较温驯一点的魟鱼，并不会主动去攻击人类啊，或者是任何鱼种。那像我们这种鲨鱼有没有？它叫做斑足狗礁，它这是一种底栖性的小型鲨鱼，它本身也是比较温驯的，并不会具有攻击性的鱼种。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嘛，因为我们一般想象中的鲨鱼哦，那卡通或是电影就会觉得，看得很害怕，但其实它们这个蛮温驯的，对不对？好，然后还有这个是河豚嘛？河豚，河豚是不是有毒啊？河豚是有毒的，没有错。像我们这一种叉鼻豚这一种的，它身上是没有刺的，它叫四齿豚。这种的体内就藏有很强的毒素，河豚毒素。那他们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吗？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可是啊，你看有的游这么快，然后有的就一直在下面都不动，所以你喂的时候。会不会有特别要注意什么？会不会下面的抢不到这样？通常会有抢不到的鱼啦。抢不到鱼，基本上我们饲养员就会自己下去喂它，手喂。我们要确保每只鱼都会吃到我们的饵料。可是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鱼有大有小，然后种类不一样，种类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食量会不会不太一样？是不一样的。每一种鱼种它的食物量都有固定的一个量。我们会控制说它吃的量。可是鱼会不会自己不知道自己吃饱了，或者是饿自己不知道要吃东西这样？有些鱼种它就是可能它是没有饱足感的，你丢多少它真的就是吃多少，这个是需要我们来控制它的量。那有些鱼种它可能吃饱了，它可能就不会再讨要饵料吃了。有这种差别。所以我们这样子喂，也有可能很多还没有吃饱，对不对？对。那你这样子全副武装啊，我除了我在上面喂之外，你也要下去喂嘛？对，你除了在这里要下去喂之外，你还要负责什么事情？我除了在这边喂之外，我们还是要清缸。我们的饲养员工作有清缸跟喂食，主要的啦。那我们会下水去清海底隧道啊，或者是造井啊，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每天要去清洁的。等一下啦，我们今天这样子走一整圈啊，这个缸很大你那个清得完？所以我们要每天都要轮流下去清啊。当然不是一天清得完啊，就是每天都要去清，至少保持干净。工作也是很辛苦，对不对？除了要喂你们吃饱之外，连那个环境也要帮你们打扫哦。那你今天全副武装啊？我是没有啦，而且就算我有，我也很害怕，所以我在上面帮你喂，你在下面喂，这样可以吗？可以啊，好不好？那下面交给你喽。好啊，上面我来，好吗？好，来，我们一起分工合作一下。好。哇，今天大开眼界，是不是？而且你看，饲员要负责这么多的事情，但是今天整天这样逛下来啊，其实啊，我们的海生馆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水底的世界，只是整个海洋的缩影而已哦。这些这么可爱、这么疗愈的鱼儿们，大家好好的爱护，而且也要好好的爱护我们的海洋，爱护我们的地球，才有这么漂亮的鱼种哦。手手加油，上面交给我好吗？下面就交给你喽。来，吃饭喽！刚刚喂完了鲨鱼还有魟鱼之后啊，我发现它们完全没有办法养在家，所以我当然还是要找一些可爱的小萌宠们。在我手上只有一位蛙界的皮卡丘，有没有？颜色很像，一模模一样，对不对？那今天呢，有一位蛙界的达人要好好帮我做个介绍。Popo你好，主持人你好。他是谁？它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人称的角蛙，然后它因为它生活在南美洲，所以说大家都也叫它南美角蛙。印象中它们颜色很缤纷，对不对？对，它有5颜6色，可能像红色、绿色、咖啡色，甚至是皮肤透明，可以看到心脏在跳动的那种透明的颜色都有。像我们后面就是有它的一家人，是这个红的、绿的啦，红的、绿的，然后这只就比较特别，对，它也是角蛙，可是它跟对它这种叫做霸王角蛙，有哦，对，你看起来它的眼睛就霸气很多，而且还有角胶，对不对？是它就是为什么会叫霸王角蛙的原因，是因为它眼睛上有2只非常突出的角，对，是因为这个原因。
看起来本身自带气场哦。没有错，所以他们都算是一家人，对不对？因为颜色蛮缤纷的。是。那他们现在养的人多吗？其实算蛮多的。对，我知道以前大家在玩一个 app， 就是那个旅行青蛙嘛，是用那个手机养青蛙。有没有因为这样子就突然暴增很多想养蛙的人？有，大概在1-2年前的旅行青蛙这个 app 它开始流行的时候，其实大家能接受青蛙的那个程度越来越高。对，然后也很多人把它当成宠物在做饲养。我听说在日本也是很多人会养它，然后把它当成一个吉祥物，对不对？对，为什么？因为青蛙在日本的它日语叫做那个卡伊鲁，然后跟出去旅行的人回家平安归来叫做那个卡伊鲁，就很像，那个名字拼音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对，所以说当有些那个日本的人啊，他们出去旅行，他们家人会在他的包包塞一只纸做的青蛙，或是在他的包包或是他身上挂一些吊饰。他那些吊饰就是吊青蛙，希望他平安返家，是因为这样。不是在包包放真的青蛙呀，不是，也不是放一只霸王蛙，不是，然后打开吓死。对，所以他们是在日本有一个吉祥的一种感觉跟象征。对。然后相对来讲，这种青蛙在华人啊，他们也是吉祥的。可是，在华人像我们台湾，是把它当成它是招财蛙，对，会带来钱财。所以你看很多店家，他们面前都会摆门口都会摆一只青蛙，然后咬钱，对不对？对。那这些啊，现在养在水里面嘛，对不对？是，我知道蛙应该是水生动物，是没有错。它们可以一直待在水里面吗？并不是每种青蛙都可以一直待在水里面。对，像因为我们说青蛙其实分成3大类，第一种就是地栖型，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种角蛙，对。然后第2种就是水栖型，它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长时间它生活在水里。然后第3种是树栖型，就我们常说的树蛙，它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树上。是，对，是这样子的。像这里就有我看它一直在水中，也没有怎么样。对，它喜欢在水里，是不是？这种蛙叫做小丑蛙。丑得很可爱耶。它叫小丑蛙。对，你可以发，它这种蛙就是绝大部分时间它都生活在水里。当然它还是也可以到陆地上，但它习性就不太喜欢上陆地。对。那树栖型可以在水里面吗？当然是不太适合。对，它长时间都生活在树上，或是一些建筑物上。对，它这种叫做老爷树蛙，它主要都是生活在澳洲。对，它是澳洲来的动物。对，颜色上面好像在树上也不太会被发现。对，它比较偏蓝或是偏绿色。好可爱哦，眼睛大大的，这样很萌哎，而且摸起来真的滑滑冰冰黏黏的。我的天哪，自然界实在是太神奇啦！原本我印象中的青蛙就是绿色的小小一只，没想到不但有各种大小、各种颜色，就连生活习性都大不同。只是我还是有个疑问，到底青蛙该怎么养呢？刚刚看了这么多可爱的青蛙，可是在家想要养青蛙，到底要怎么养呢？婆婆怎么养？因为其实这种青蛙是非常懒惰的，我们都说它是非常适合懒人来养的宠物。对啊，因为我们把它放这么久啊，它其实也不太动，对不对？是，没有错。它跟皮卡丘一样都是角蛙哦。对，它跟皮卡丘一样都是南美角蛙。那我问一下，因为它看起来很缤纷、很可爱、很萌，但是它们会咬人吗？会，因为他们在吃东西的习惯是看到会动的东西就会去追逐，就会去咬它。对，所以说，假如你的手今天在它前面晃动啊，动了2下，它可能就会张口去咬你。对，它现在吃饱了。对，就大概类似这个样子。刚刚本来不害怕，还好现在才让我知道这件事情。那像我们如果想要多养几只的话，可以养在一起吗？因为像刚刚讲的，青蛙不适合养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它只要看到它的朋友动，它就会去咬它的朋友，所以不会认青蛙。对，它青蛙跟青蛙不会觉得说我不能吃你这样，不行，它们不会的。哈，这么笨，对，怎么会这样？这也是它可爱的地方啦。好啦，笨得很可爱了。是。那需要的东西，像基本上当然就是有缸嘛。对，没有错。需要很大吗？不用，因为其实青蛙就像刚刚讲的，它们蛮懒惰的，尤其是这种角蛙。他们可能今天在这个角落，明天也在这个角落，后天也在这个角落。你给它豪宅也没有用，它就只会在一个角落，然后趴着这样。对，因为它是趴着，守株待兔。
对，它不会自动去吃东西，它等东西过来。要帮它分水路。对，因为我们会说饲养角蛙最好就是干湿分离。所谓的干湿分离，就是制造出一个没有水的环境，对，海绵或生化棉，然后水就是用水咯。哦，那这个嘞？这个是要让它躲藏的，就是一个比较隐秘的黑暗的空间，因为青蛙有时候需要在这种里面，它才会感觉到安全感。哦，所以要帮它制造出他们平常可能喜欢的环境，对，跟适合的环境，对不对？那吃呢？他们吃什么？他们现在这种角蛙，大部分都可以在水族馆买得到，他们人工专门为它设计的饲料。对。那我们要喂它吃饭，对不对？对，我们有这种饲料，这也是市面上常见的人工饲料，是，或是比较长的，这2种都很适合拿来喂角蛙。他们大概多久要吃一次饭？他们大概1个礼拜吃2到3次，这么简单？对，然后如果像主人出去玩，其实有些人再更大只一点，他2个礼拜或1个礼拜喂1次都可以。哇，所以养青蛙很方便呢。对，大部分的青蛙不是饿死的，而是胀死的。了解。好啊，我们不用喂太多，来喂它吃饭。好的。哇，那我今天把你喂饱之后，你就下礼拜再吃饭嘞。对，我们轻轻的夹到它嘴巴，夹到它嘴巴前面，然后它就会去咬。对，他们吃饭也是很有张力耶。对，一个冷不防，就把你的饲料咬住。很多人都很享受在喂食的过程。他们除了吃饲料，还需要吃别的东西。我会建议说，平常除了饲料，还要再补充综合维他命，还有一些矿物质和钙粉，对，给它一个健全的营养，这样它们才能活得比较久。哦，营养要均衡啦，是跟人一样。一般来说，青蛙大概可以活多久？它大概可以活10年以上，10到15都可以。猫跟狗差不多哎。对，没有错。养一只就可以陪伴你很久的时间。是。但它们从小时候是蝌蚪，对不对？对，没有错。这里有蝌蚪可以看吗？有，我们这里有蝌蚪，我们等一下我带你去看吧。好像一个什么那种很厉害的动物频道，我们带你去看蝌蚪喽。青蛙的小时候是小蝌蚪，但是怎么来的呢？婆婆。是，好像有点害羞。这个比较特别的介绍，对，麻烦这边帮我打马赛克。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像这种现在青蛙，我们现在你可以看到他们正在做交配。哦，对，可是这种交配跟一般我们那个一些看到猫啊、狗啊，它们交配不太一样。青蛙的交配我们称它为假交配。怎么说？因为它们是同时把它们的那个精子跟卵子排放在水里做受精的，对，所以它们是体外受精，是这样子，没有真正的接触，对，没有真正的接触。那他手抱着那个母蛙很紧哎，对，非常紧，对，因为它就是借由抱着，然后接下来它会大力的挤压母蛙的肚子，让母蛙把它的肚子里面的卵排到水里面，然后同时间它也排出精子，对，然后让它们受精。是这个样子哦，这是青蛙交配的方式，对不对？难怪叫假交配。对，在水中产生一些就是快乐作用。对，好，那产生快乐之后呢，就会看到这边。对，他们会把卵产下来，然后卵生出来以后，等的12到24小时以后，它们就会孵化成小蝌蚪，蛮惊人的。看到这个卵的数量。好，那孵完之后就是小蝌蚪喽，对不对？是小蝌蚪，像这边长得很特别。对，他们需不需要急救？怎么每个都这样？没有，这其实是因为蝌蚪通常我们分成4个阶段，像第一个阶段呢，它就会像这样子，好小哦。它有，对，那个他小时候教科书看的，对，没有错，它后脚还没长出来，然后它就是一只小只的，对，这个样子，然后接下来它再长大一点，大概是蝌蚪卵孵出来以后，大概15天的时候，它慢慢的会把它们的后脚长出来，会先长后脚，会先长后脚，像这样子，对，后脚就变成像这个样子，怎么看起来傻傻呆呆的，没有前脚，有没有？对，看起来是蛮可爱的，掰碎哦。对，它前脚都还没有长出来，它后脚，对，然后接下来呢，第3个阶段是它已经把它的前脚长出来了，是，一般蝌蚪长出来的时候会先长它的左边的脚，这里先长，对，会先长左边的脚，对，这样子会比较明显一点。所以它的右脚是藏在里面，对，右脚还藏在里面。我们可以把它轻轻翻过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这只就是它的脚。这个，对，我们可以透过这里薄薄的膜，好写实哦，因为它就包在里面，对不对？对，我们可以看到它还在蠕动的状况。要多久才长得出来？这样通常是3到5天就长出来了。那尾巴怎么办？尾巴好长哦。接下来它们尾巴不是断掉哦，很多人都以为它尾巴是断掉了。对啊，怎么想象它那个尾巴会把它缩进去？对，可是因为其实它们是把尾巴慢慢缩，因为尾巴算是它们的小便当，它们在这段时间都不需要吃任何的饲料，对，然后它们会借由尾巴的养分慢慢让自己成长。所以尾巴就是它们成长的关键。对，就是它们的慢慢吃，慢慢吃，慢慢吃。对，我们都会说它就是把养分慢慢吸收到身体里面。这边有我们那个尾巴慢慢收起来的。是。对。有哦，这个就长得比较像我们刚刚看到的缩小版的。对，可以看到它尾巴已经慢慢的收起来了。对，全部这样缩完大概会花多久的时间？大概会花3到5天。所以它们的养分是从尾巴来，对，这个时间点脚长出来之后。对，没有错。好，那像我们这样看青蛙，其实越来越多人喜欢养青蛙，但是究竟要怎么看一只青蛙健不健康？如果我们拿这只青蛙举例好了，好，以我们假如在水族馆啊，或是一些有看到青蛙的地方，我们想要把它带回家的话，要怎么挑选它才是健康的？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它的眼睛。它眼睛有没有很透明、澄清、明亮的样子？有哦，对，很清亮。如果今天它是一只生病的青蛙，它眼睛可能是浑浊的，可能会肿起来，甚至可能会流血哦。好，所以眼睛很重要。再来嘞，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它的嘴巴，它的嘴巴就是有些正常的青蛙的嘴巴应该是这样子很美的一个圆弧状，像它这样。对，然后有些青蛙它因为一些基因上的问题。所以说它的下巴会比较跑出来一点，会有厚道的问题。对，就是我们说的厚道。对，好，所以嘴巴也可以观察。嘴巴也是一个挑选的重点，因为厚道的嘴巴会影响它以后吃东西的方便程度。了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肚子、腹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腹部是比较白色的、粉红透透的这个样子，感觉很光滑。对，如果今天你看到你的青蛙，它是肚子是红色的，非常红，甚至有破洞、流血，这些都可能是一些细菌感染所造成的问题。对，所以代表它不健康。所以说千万不要挑选这样子的青蛙。好，我们就可以看眼睛、看嘴巴，还有把它翻过来看肚子。看肚子，对。然后青蛙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那个反射动作，就是我们把它放到一个盒子里面，你不管怎么转盒子，它都会把它的头朝向同一面。不管你怎么转，它的方向都会是同一边。对，这是青蛙很特别的地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可以辨别它健不健康的方式，对不对？对，没有错。哇，今天的大开眼界，因为青蛙是越来越多人养，而且越来越流行哦。是的。所以如果你想养青蛙的话，刚刚 Popo 有跟大家介绍到，有非常多的方式可以去辨别你的青蛙到底要怎么挑，那是不是健康的？是的。今天来到这边，平常都只有这样看青蛙，知道说青蛙好像很可爱，但是其实有很多眉角角要注意。那你考虑清楚之后要养的话，再依照 Popo 帮我们介绍这些角度跟方式，对的，去挑选一只健康的青蛙，然后好好的照顾它，好好的爱它，最重要哦。今天谢谢 Popo， 谢谢主持人。这一集要带大家认识很多水生动物啊，然后讲到水生动物，你就会想到鱼，想到虾，在台湾有很多人养，对不对？今天就要带大家一饱眼福，有没有看到我旁边好多的鱼池？如果你是喜欢养鱼的朋友，现在一定很兴奋哦。我们还有达人哦，李大哥你好。嘿，你好。你在做什么？我在喂鱼。你好像在变魔术哦！你看，你一弄下去，他们就过来。我可以也撒一点，你看看。可以，你可以体验一下见证奇迹的时刻。轰！哦，有没有？全部就在咻起来，马上过来吃了，对不对？大哥，你本身是养鱼的爱好者，对，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让你投入这个鱼池界这么久，对他们这么喜爱成吃这样子？这个养鱼好像是天生的啦，从小就很喜欢鱼嘛，然后
考大学的时候又考到这个屏东科技大学养殖系，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毕业以后就一直从事这个行业，一直到现在还在做。等于从小时候就非常的爱鱼，对，然后爱到变成工作，到现在把它们养得这样漂漂亮亮的，对不对？对。所以大哥，现在我在鱼池里面看到这样很漂亮，这个是什么鱼？这是血鹦鹉哦，血鹦鹉是现在台湾人很喜欢养的，是不是？对，因为像我小时候啊，常看就是大人会养什么红龙，红龙，对，好像又贵又大又不好养这样，所以现在这个是大家超人气的鱼明星就对了。对，为什么会受欢迎？它最主要是它是2只鱼杂交的，它其实到了野外的环境，它没有办法自己繁殖。第二个就是它的颜色，因为你喂给它吃的这个饲料里含有足够的虾红素的话，它会变得非常鲜红。它目前大概观赏鱼里面，除了海水鱼之外了，淡水鱼像它那么红的，大概只有血鹦鹉了。是，那这样的鱼种啊，就是算是台湾创造的吗？对，这一条鱼是，台湾创造出来，然后在全世界的鱼啊，之前大概全世界的鱼都是台湾的，但是目前就是现在有东南亚有一些国家学我们养。渐渐的，他们也有出口，但是还是以台湾的品质最好。你可以捞起来给大家看看吗？可以，因为它的颜色好漂亮哦，感觉很吉祥，是不是？该这么说吗？非常讨喜。对。哦，它是特色是很红润，是不是？有点橘红色的感觉。对，这个通常我们在出货之前呢，还会再加强，让它吃红色的富含虾红素的饲料，它会变得更红。本来红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印象里面了，红色就代表喜气洋洋嘛。对。那这个鱼又是淡水鱼里面算是最红的了。是。喜欢这种喜气感啊，对不对？对。养在家里看了就开心，觉得好像会有好事发生这样子。对。好，那血鹦鹉是很有人气的这个鱼种之外，听说这里还有另外一种大明星，是不是？对。叫做什么？还有一种就是非洲池鲷。池鲷长什么样子？我还倒是不知道。池鲷样子有很多种。哦，我看到了。我们现在这种池鲷主要是以产在非洲的这个3个湖的这个池鲷主要因为这个湖它有个特色，就是它这个鱼啊是从海水鱼啊是渐渐入风以后演化成这样子，所以它的颜色呢带有金属的光泽，跟一般的淡水鱼啊差蛮多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观赏鱼里面的一个明星呢。那这个养的话，看它漂不漂亮也是看它的颜色，主要看颜色。它这个鱼只有公鱼啊，会有颜色了，母鱼是没有颜色的。那为什么会叫池鲷？它最主要是它的特性啦，因为鱼类你也知道，鱼类生蛋它有2个方式，一种是蛋生完以后它就不管它了，它就走了，那一种是它会照顾这个小鱼，那会照顾小鱼，我们通称把它叫做池鲷了。那池鲷又分为2种，一种是口孵的，它会把小鱼含在嘴巴里面，那个蛋到它孵化，口孵含在嘴巴里，把蛋含在嘴里面让它长大吗？对，真的假的？才刚讲而已，有小鱼跑出来哎！它一个小小的嘴巴里面怎么可以藏这么多鱼啊？那它抱了蛋以后，它基本上它就不会再吃东西，所以同样这个池鲷在鱼池里面正常这样的养的话，它的公鱼都会比母鱼大，因为母鱼在抱这个孵蛋的这段时间它是不吃东西的，因为它嘴巴里面都是小贝，都是小鱼，对，太特别了啦！没想到有这么充满母爱的鱼，居然把小鱼含在嘴里保护，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接下来要请大哥带我去看看漂亮的观赏虾喽。看完鱼之后呢，要带大家来看虾子。讲到虾呢，你可能会想到泰国虾、草虾，很好吃哦。但是今天是要来找萌宠的哦，所以大哥应该是有很特别的虾子。大哥，你有什么虾？台湾现在全世界最有名的那个彩色米虾。彩色米虾它在哪里？就在这池子里面。我看一下。这个是红色的。我哪里看得到东西？我捞起来给你看。哪里有虾子？有，完全看不清楚。米虾，所以顾名思义，它应该是非常小，对不对？对。当初命名的时候，是把它分在米虾这一个属啊。有因为你的网子是白的，我现在终于看到它了。
它也太小了吧！哦，可它颜色很漂亮哦。对，哇，这就是红色的米虾。什么泰国虾，什么草虾啊？我们养的这个观赏的虾子，它这多大？这个虾子最大大概就是这样的2公分左右，大概最大就是这样子。它已经长大了，它已经长大，不会再大了，不会再大了。好可爱哦！所以它的颜色本来就是这么鲜艳、这么缤纷吗？其实这条之下讲起来就是有故事了哦。这个是原来是我们台湾的一种米虾，是本来是没有颜色的，是早期都拿来喂鱼的，是偶尔发现里面有颜色变异的，那我们把它留起来以后再筛选，经过这个大概8年多左右吧，演化到我们台湾出这个虾子至少有7个颜色到8个颜色。红色应该也是很常见，红色是最热销的一种。那他们平常我们如果养的话，要喂他们吃什么？如果说你数量没有很多的话，其实它就吃天然生长的藻类就可以。所以它在水草的缸子里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清洁那些我们不需要的藻类了。如果你数量少是不需要喂食。那如果说你的养的数量比较多的话，就要喂饲料，有专门喂虾子吃的饲料。那像我们如果在养这个虾子，会不会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情？比方说不能跟鱼养在一起。对，因为它的体格这么小，基本上是任何鱼的饲料了。所以你跟鱼放在一起，就算是红莲灯最小的红莲灯，它在它脱壳的时候也是会把它吃掉。你说我如果买回去，我想说创造一个你知道海底的缤纷世界，我就会慢慢发现我的虾子都不见了，是不是？对，那就被鱼吃掉了。所以养虾子的话特别注意，鱼虾不能养在一起。这大概可以活多久啊？这个如果说正常情况的话，1年一定长得到。我会不会养？就是比方说有公有母的话，它就会自己越生越多。会，这个如果状况好的话，会在你玻璃箱里会繁殖非常多。所以这个现在也是很多人很喜欢养的。对，包括现在外销到欧洲、美国、日本，这个也是我们外销的一个主力。很漂亮哎！你看今天真的大开眼界，而且来大哥这边啊，我们这样整集下来，你看从烘鱼，从我们大型的鲨鱼，然后一直到青蛙啦，到现在我们看到的鱼啊、虾啊，海底世界真的非常非常缤纷。所以如果你看了觉得好心动哦，不如你也可以在家里打造一缸你自己看的非常疗愈、非常可爱的这些水中的萌宠哦。我们萌宠攻略下次见，大哥谢谢，谢谢。他有理我哎。